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咱早起要来读的灵修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后书第8章16节到24节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6节到24节。咱每一天早起拢有即个灵修的活动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逐工读上帝话，互上帝话入咱的心内。咱来读哥林多后书8章16节到24节。若有圣经，请咱大家做伙来读。哥林多后书第8章16节到24节。感谢上帝，互提多的心平平为着忍温困，伊却也是受阮的苦劝，总是伊本人真温困，家己甘愿去找忍。我也找一个兄弟去甲伊，就是伫福音有互正教会学老的，毋若安尼，也是这个教会所拣选，甲阮出门斗料理阮所得办的恩惠，来表明主的荣光，甲阮的甘愿，是提奉人为着阮所料理的罪人来嫌阮，因为阮都无好事，毋若伫主的面前，也是伫人的面前。搁找阮的兄弟一人甲伊去，阮伫做事，捌做摆试验伊，知伊的温困，但因为深信忍就搁较温困。论到提多，伊是我的同伴，为着忍来相甲着我的，也是阮遮的兄弟，因是遮个教会的使者。也是基督的荣光，所以伫遮个教会的面前，恁着对因显明恁的仁爱的凭据，也显明阮对着恁所夸口的是实在。阿门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保罗先生对着伊去到这个教会来去募款，去哥林多的教会募款。当然，伊无法度亲身人过去，所以伊差派即个提多来过去。除了提多以外，另外阁有差派2个人，甲伊做伙相甲同行去哥林多的教会来去即个捐款。所以即个提多，毋但提多家己愿意去，伊阁找2个兄弟做伙去。伫古早的历史甲教会的即个记录来看，有人讲这有可能是路加，嘛有可能是巴拿巴。甚至另外一个人有可能是阿波罗，总是无即个证据讲是毋是因，总是伫以早遮个历史的顶面，欠彩有人认为讲是遮个教会的领袖，遮个真好，伫教会内面有好名声的人，甲提多做伙去哥林多的教会来募款。总是保罗先生伊真知影去募款的代志是正人的事，所以为着莫互人有掠着即个空芳，也是讲，因为因有侪的料理真侪的金钱，所以地教安尼来去邀议因。总是保罗先生伊所敬的遮个使者，遮个会当去募款的遮个同工，因拢是受着教会来学老的，受着教会来肯定的，所以伫即个所在讲，因是因是基督的荣光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咱伫教会内面，咱要培养同工，咱要培养会当来服侍主的遮个同工的时，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也会当有智慧，通好来去训练，也是会当去挑找着好的同工来帮助教会。毋是顾着家己的私欲，毋是顾着家己的意思，毋是要募款为着家己好，是爱真正是会当来荣光上帝的同工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，互咱对今仔日的经文来看见，保罗先生咧竞选遮个同工的时，伊是看见因遮个同工、遮个兄弟，因是互正教会来肯定的，因也是基督的荣光。所以，因会当来为着遮个同工来夸口，遮个同工去收遮个钱，毋是为着家己的私欲，是真正为着基督来拍拼的。所以，望上帝来帮助咱。互咱来看见教会需要有即款的同工来帮助教会，互教会更较健康。望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时常为教会来祈祷，
互咱的教会会同工拢诚做，互人肯定，互人学乐，诚做基督荣光的同工。望上帝帮助咱平安。